蔡总统早起到空军新德基地主持营舍新建工程的落成典礼。总统讲，伊是带着新一名总长的精神做伙来的，讲新总长的精神永存新德基地。总统嘛强调讲，国防无假期。 5台反向战斗机冲场，空军新德基地刑案专案新起营房启用，现场透过影片，让大家了解飞行员训练的情形。为了要空军会使安心休困，新起营房启用现场有真个国军带规家伙仔做伙参加。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出席典礼。就是沈总长担任空军司令的时候，是他将新竹基地营舍新建工程列入新安专案的3个旗舰计划之一。 已经过身的参谋总长11名，就是为2连队出身，在生时争取建设留来这项礼物，和空军甲眷属拢真感激。这是国军反向2000战斗机机队的要求。总统蔡英文、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、公部长甘德发、代理总长刘志斌、体育会主委房世宽拢来剪彩。第2连队加油！总统为空军加油，爱大家有时间就爱加陪厝内的人，嘛强调讲过年要到啊。 国防无假期。总统带着已故参谋总长沈一鸣的精神亲自出席，让现场有洋葱也持续为国军加油打气。以上是华视新闻陈夏、彭冠霖在新竹的采访报道。